阿龙小书店，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做工仔人 Podcast。真欢喜，佮和各位伫空中再相会。今日，咱要经阿龙节目内底有讲到的一块词，来和各位朋友做伙做参考、做研究。变有两种意思，咱先来讲片头主持人有讲到的“死袂变”。这个变，就是改变的意思。囡仔时毋读册，爱佚佗，考试不时就考甲下。若到厝，互爸母看考试纸，就会互骂讲袂听，死袂变。变面、变相，同款拢有改变的意思。这个变相，凡说大家较毋捌听，咱用一个例来解说。最近阿雄拢3更半暝才到厝，佮规身躯拢臭酒味，要变相啊！你着注意，就是咧讲阿雄的个性也是行为改变真大。佮一句，食老才咧变相，嘛请听人咧讲。佮一种是母做的意思，你伫遐咧变啥？都电风歹去，要变看会好无？佮讲一个咧，你钱若甲慳咧，伊就变无网啊，免伤烦恼。其他的佮有变东变西，变规工，变无落来，变鬼变怪，变高人。这个变延伸的话实在介济，你会晓讲几种，真好用哦。安尼，咱今仔日的阿龙小书店就小解到这。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，有缘过来哦。